最近睇到好多印度博主猛咁讚中國樣樣都好。正當我聽到打冷震嘅時候，日本主動向印度伸出友誼之手，好誠懇咁同印度講：我哋做好朋友啦。日本話未來5年要引入5萬印度技術人才，仲計劃同印度搞50萬人次嘅人員交流。我哋聽到呢個消息，當然係由個心度替印度人高興啦。但係日本網友就唔多樂意啦，喺網上直接炒大鑊，甚至有人吐槽話：好快我哋東京灣就會變成恆河㗎啦。你話日本係咪真係睇中印度嘅科技技術人才？我點都唔信咯。到底係睇中咩人才呢？我哋先睇下一組數據。2025年上半年，日本新生嬰兒得33.9萬，但係死亡人數竟然高達83.7萬，即係每出世一個人就有2個半人走咗。照咁樣落去，到2030年，日本勞動缺口會達到600萬，其中 IT、工程、醫療呢啲關鍵領域就缺咗79萬人，冇人做嘢，經濟點運轉？護老院邊個睇？工廠啲機器邊個操作？所以日本真係急啦。表面係引入5萬印度 IT 精英，實際上嗰50萬人員交流先係重點。睇中呢啲所謂人才只係表象，實際上佢哋背負住更沉重嘅責任。你哋明嘅。個問題嚟啦，日本點解偏偏揀中印度？答案好簡單粗暴，印度每年淨係工程專業畢業生就有幾十萬。更重要係印度人生育率仲保持喺2.0左右，接近人口更替水平，反而日本生育率得1.15，連人口更替嘅2.1都達唔到。呢個就係赤裸裸嘅行為打擊。不過日本民眾嘅恐慌都唔係冇道理，佢哋見到其他國家嘅前車可。喺加拿大溫哥華，一啲區域已經被印度裔領咗。當地甚至出現印度人為威為排擠其他族裔嘅現象。英國都唔好得去邊，當地印度裔人口由1961年嘅0.1%飆升到而家嘅3%，連首相都係印度裔。更誇張係美國，嗰幾年美國 IT 企業大量引入印度人才，各大領域公司管理層都已經被印度裔領。而且印度人為威為情況好嚴重，一旦企業裏面有個印度人中高層，佢就會請更多印度人，最後成個部門都會被印度人居。淨係見到呢啲例子，日本先驚自己社會被恆河化。講起印度人，最近國際互聯網有個特別有趣嘅現象，就係好多印度網紅瘋狂讚中國成為流量密碼。呢啲片下面經常有印度網友留言驚嘆：中國人真係好熱情又好。我講句真心話，見到呢啲讚美，我反而有啲心寒。點解？因為歷史話俾我哋知，印度人如果覺得邊個國家好，佢哋真係會拖男帶女移民過去。當年佢哋覺得美國好就蜂擁去美國，覺得加拿大好就領加拿大。而家如果佢哋覺得中國好，下個目標會係邊？諗下係咪覺得頭皮發麻？其實唔止日本，而家好多國家對印度移民都係愛恨交加。德國雖然計劃1年內引入9萬印度技術人才，但心裏面實打緊鼓。俄羅斯比印度勞工嘅配額有7萬幾，估計都已經感受到文化衝突嘅酸爽。歐美國家近幾年都靜雞雞收緊對印度移民政策，例如美國，印度人作為美國 H-1B 簽證發放主要對象，被10萬美元1年簽證費狠狠擋喺門外。呢啲國家擔心嘅核心問題其實一樣，印度移民唔容易被同化，而且會影響甚至改變當地文化。加上印度人為威為係出晒名，一旦形成規模，就會要求成個社會適應佢哋習慣同規則。講到呢度，我哋要睇透一個更大趨勢，全球人口格局正在發生巨變。非洲人口到2050年預計會翻倍，由而家12.5億增至25.7億，全球人口1/4。
與此同時，東南亞各國人口都在萎縮。中國2022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萬，係1790年，即係清代以來最低水平。韓國生育率跌到0.78，連人口更替水平2.1嘅40%都唔到。中國台灣地區出生人數連續7年減少。聯合國預測到2050年全球人口最多國家就係印度，而且印度人口增長會持續到本世紀60年代，咁就形成咗一個巨大人口勢能差。富裕地區人口減少形成真空，貧困地區人口爆炸性向外溢出，人口好似水一樣，由高處流向低處，邊個都擋唔住。日本引進印度人，表面係勞動力問題，本質係文明存亡問題。巴黎2024年數據顯示，新生嬰兒60%都係黑人同混血兒。日本民眾驚嘅唔係印度人本身，而係驚重蹈歐洲覆轍，驚有一日東京街頭飄嘅唔再係櫻花味，而係咖喱味。但日本真係有得揀嗎？面對每年正減少100萬人口嘅殘酷現實，佢哋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。